大家平安。伫顶礼拜咱接近过迄个选举，所以大家对一个新妇文的画面一定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伫迄款真热门的市长、县长的候选人的背后，一定会配真侪其他的议员的候选人。因会配伫遐，为着就是要争取搁较侪的镜头。所以咱对今仔日这段经文一开始也会当知影，为什么耶稣的兄弟会甲耶稣讲，你着离开遮去犹太，互你学生也通看见你所行的事。人爱出名，就无伫安静的所在做代志。你若行遮的事，就将家己显明伫世间。所以耶稣的兄弟拣一个上好的时机，就是大了节。伫迄时有真侪人会从耶路撒冷伫遐过节，所以按照伊的想法，耶稣若会当伫迄时做一寡大代志，一定就真侪人会相信伊。我想这嘛是咱大部分人的想法，就是咱爱抓牢一个机会，互家己成做众人的焦点，上好是全世界都用咱来做中心。但是耶稣的兄弟会安尼讲，是表示因真正相信耶稣的身份吗？毋是，其实毋但耶稣的兄弟，当时的人对耶稣嘛有无共款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伊是一个好人，有的人看伊是来培训正人的，有的人怀疑耶稣伊无上过入毕业学校，哪会当被会当伫遐教导人？嘛有人看耶稣是摩西所应允的先知，但是嘛有人用轻视的口气讲，你去查考就知家己你无出先知啦。所以伫今仔日43节有甲咱讲，众人因为耶稣来分辨。我想因会有安尼反应，毋但是因的目的，嘛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耶稣的期待、对耶稣的看法拢无共款。耶稣的兄弟叫耶稣去耶路撒冷，其实是伫取笑伊。伊甲耶稣，其实伊的心态是讲，耶稣啊，你既然讲家己是上帝来到这个世间，安尼你就去啊！你去表现，你去证明家己啊！咱嘛看其他的人，因为耶稣产生无共款想法的遮个人，有的人看耶稣所做，就认定伊是一个道德上的好人；有的是期待耶稣会当变做一个民族的英雄，会当带因来拍倒罗马人。所以咱看见伫这段经文，遮个人因为耶稣的身份，而且有无共款的意见。其实这非常的自然。耶稣讲，若伊来，嘛有可能伫一个家庭中间来产生冤家。所以伫路加福音12章51节到53节有一段耶稣捌讲的安尼经文，伊讲：恁打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吗？我甲恁讲，毋是，反倒是冤家。打了后，一家5人要冤家，3个甲2个冤家，2个甲3个冤家。爸甲囝，囝甲爸，老母甲查某囝，查某囝甲老母，大家甲伊的媳妇，媳妇甲伊的大家，因拢要冤家。我咧看呢经文，感觉真奇怪呢。耶稣来，毋是应该带来和平吗？哪会当发生安尼的代志？竟然伫一个家庭内面，会因为耶稣来产生安尼的冤家？其实伫遮是讲，若一个人信主。伊若伫伊的家族表明伊基督徒的身份，有可能会伫伊的家族引起迄个无谅解。虽然即种代志伫咱的台湾已经是哪来哪少，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也是现代一寡的地区，一个人若改信耶稣，是会引起全家的革命，甚至会互家族赶出去。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出世伫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咱真爱感谢上帝，互咱免除一寡的麻烦，咱嘛爱珍惜即款的福气。但是你若是你家族内面唯一的基督徒，若拄着亲像耶稣所讲的安尼情形，你嘛毋免怨叹，嘛毋免失志，因为你有可能就是你的家族的中间，带因归向上帝迄个真重要的关键。所以求主赏赐互咱更较侪勇气和智慧来表明咱的信仰，并且互咱有更较侪疼心来面对厝内的人，相信上帝替咱开路，并且咱嘛相信上帝有伊的旨意甲伊的时间。毋过咱
转来看一段经文，非常的奇怪。耶稣的兄弟叫伊去耶路撒冷，耶稣无要去。但是当耶稣的兄弟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耶稣甲偷仔去。耶稣既然要去，伊当初听伊的兄弟的话，迄当时去就好啊嘛。其实耶稣安尼做，一方面是因为惊引起人的注意，因当时的耶稣已经有一寡名声。另外一方面，咱读福音，咱爱用另外的角度来读，就是我一再提醒兄弟姊妹。其实咱若发觉，约翰福音内面的耶稣定定会做一寡，也是讲一寡，互人感觉抓无的安尼代志。亲像今仔日的经文，耶稣的兄弟叫伊去耶路撒冷，伊无爱去，反倒等伊去了后，伊甲偷仔去。另外第二章，咱真熟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甲伊老母玛利亚的对话，伫一个欠酒的婚宴的中间，玛利亚问伊的后生耶稣提出安尼一个意见，但是这个后生竟然回答讲：老母，我甲你有啥物干涉？我的时约未到。其实我有讲过，耶稣伫遮毋是无礼貌，耶稣伫遮是咧讲伊家己的使命甲伊的身份。咱来想看卖一个例。当即时有一个外科的医生，伊要入去开刀房伫遐开刀。当伊要行入去的时，伊迄个完全对医学无任何的概念的老母，甲伊叫咧，甲伊动咧，想要为伊即届开刀提供一寡意见。兄弟姊妹，你敢期待即个医生伫即时会听伊老母的话咧？所以咱袂当用母仔囝的关系来看第2章即段经文。同款，今仔日这段经文的耶稣，毋是无守信用。伊耶稣伫这段经文内面，毋是要表明耶稣甲兄弟之间的迄个兄弟仔的关系。作者是要用这个表面看起来真矛盾的所在，互咱所有的读者知影，耶稣基督毋是听命于咱的主，毋是受咱采用的主，毋是咱叫伊做啥伊就做啥的主。耶稣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伊就是上帝。所以这件代志是发生伫犹太人的节期大了节的最后一天，所以嘛是因庆典上高峰的迄天。耶稣伫圣殿讲出，互人真着惊一段话。耶稣伫遐讲：，若有喙焦的人，就就过我来啉；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咱可能会将这段话，甲进前第4章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的故事连做伙。伊甲撒玛利亚妇人人对话迄段经文中间，耶稣表明伊家己就是迄个永远袂高达的水泉。但是今仔日这件代志发生伫犹太人大了节敬拜的仪式内面，就毋若是安尼意义那尔。咱拢知影大了节是为着因要纪念因的祖先伫旷野流浪的日子，所以后来这犹太人因伫庆祝大了节的时，因来到圣殿过这个节期的时，因拢会摕一寡树枝，然后甲伊编起来，做伙编起来，亲像一个厝顶，然后所有人夹起来，然后坐这个祭坛在行。了后，这个祭司会摕一个金仔拍做的管仔去西罗亚水池伫遐滴水。迄时众人就伫遐宣读以赛亚12章第3节，因伫遐读讲：你毋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抢水，你毋要对救阮的水泉欢喜来抢水。然后一边唱诗篇113篇到118篇，然后祭司就将水倒伫祭坛献给上帝。众人就向上帝害当因手中的这个树枝所编的这个厝顶，并且伫遐欢呼。所以接着安尼一个仪式，因伫遐感谢上帝伫旷野时，互这个石头会当流出水，互因来啉。因嘛感谢上帝赏赐因教业的河水，会当灌压因的产能，并且更较重要是，这个水嘛代表当比赛亚来临的时。上帝的神会亲像水泉淋到因身上的迄款的形态。所以今仔日这个庆典是伫上尾一天，
是伫迄个庆典的上高峰。但是咱即时来想象这情形，大家人了庆祝感谢上帝时，突然间有一个人讲出，若有喙焦的人就就分我来啉，这真正会互人惊一跳。伊耶稣伫迄个庆典的中间讲安尼的话，就好亲像伊伫表明讲，恁会当为着会当解恁肉体喙焦的水来感谢上帝。但是恁若想要得到迄个互灵魂隐隐袂喙焦的水，就爱到我遮来。但是耶稣毋是讲安尼就停止哦，耶稣继续讲，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要用活水的溪对伊的腹内流出。耶稣意思就是讲，根底我相信我的人，恁嘛会亲像我同款，对腹内流出活水，互枵饿喙焦的人得到帮助，互因得到指导。这直接耶稣是表明讲，信伊的人嘛爱成做恩典的管道，互别人透过咱来得到耶稣的恩典。有活水的溪对伊的腹内流出。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你是一个定的牺牲，但是当伊牺牲的时，较流出活命水泉。腹内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人上亲热、上内在的所在。意思就是讲，当咱有耶稣伫咱的内面，咱上深的心思意念，拢会互耶稣的活水洗甲清去，所以咱嘛会当流出迄个新的生命。互别人看出咱会无同款，因为耶稣伫遮嘛讲，伫即个经文伫遮嘛有一个附注，就是讲，迄时袂有守事信心，因为耶稣也袂得到荣光。意思就是因为耶稣的牺牲，才带来信心，伊五旬节的时降临，互所有信伊的人拢会当领受信心。也是因为这段经文对咱现代读者、现代基督徒有一寡的提醒甲启示。第一，咱得到福音，毋是为着自我的享受尔，咱来亲像一条水管，互耶稣的活水将咱这条水管内所有的垃圾拢洗互清去，咱家己大心清气，才会当将耶稣的恩典透过咱送到所有需要耶稣的所在。咱家己若无互耶稣先清气、先改变，咱这条水管充满污秽垃圾，咱流出来的水就是无清气，就是垃圾的水，咱嘛无可能会当行出好见证。但是因为咱的内在是甚物款的情形，只有上帝甲咱是上清楚。咱的内在可能，咱的外在可能会当一时来骗过别人，但是无法度永远安康无聊，更较免想讲要欺骗上帝。一个人互邀请到伊朋友的厝去做人客，拄好伊迄个主人伫伊时要接一个电话，就去其他的册房接电话。所以，一个人伫客厅内面四个伫遐参观，伊就看见一个真高水的闹钟，因为太过高水，伊就想讲边仔拢无人，安尼伊就将这个闹钟放伫个落地啊。后来所有的朋友拢到齐了后，大家伫遐做伙想主人的款待，伫遐食啉，非常的快乐。无想到迄时，因落地仔的闹钟就亮一阵一阵闹钟的声音。伊满面变笑，毋知要安怎好。最后只好对伊的落地仔内面，伊大家注意的面，将这个物件摕出来迎互主人。兄弟姊妹，咱无法度来安含咱的罪，有一天拢会显明。咱无法度安含咱的罪，因为咱的心思意念拢伫上帝面前。但是耶稣有应允，伊要洗清咱的罪。但是咱第一项爱做就是啥？爱认罪。伫诗篇32篇第50有讲：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我的罪。认罪真正无简单。咱人一出世就学会晓阿公夏娃迄套，毋是我毋对，是迄个人安尼做，所以我才会安尼反应。咱安怎怪拢是咧怪别人，但是请兄弟姊妹注意，真侪经文一再提醒咱，
承认就要得到赦免。咱拢有经验，咱向别人认罪，无一定会得到对方赦免咱。但是经文一再提醒咱，当咱向上帝来认罪，伊就答应要来赦免咱。第二，这段经文互咱遮基督徒有甚物款的启示呢？这段经文互咱看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是透过牺牲受苦来完成的，并且圣神充满嘛，毋是互咱自满、互咱骄傲的功夫。所以咱遮跟对耶稣的人，咱是毋是嘛爱有一寡的牺牲，互恩典透过咱流出，互所有的人，互因得到饱，互因得到鸡蛋。今年咱教会有真侪有意义对外的活动，亲像咱日昨的见证会，也是咱13号的音乐见证会，也是咱对周报顶面会通看到讲咱的圣歌队敬拜俄罗团互邀请去附近的饭店，伫遐做诗歌的演唱，这拢是将福音传扬出去真好的机会。另外，伫今年圣诞节的聚餐，小会嘛决意要邀请伫教会门口口即个协会甲即个街友做伙来参加教会的即个活动，教会的即个圣诞的聚餐，甚至嘛邀请讲课辅班的小朋友甲伊的家长，即较弱势的人会当免费来参加咱的圣诞节的聚餐。因阮想起伫圣经中间有一段安尼经文，有一个有钱的人，伊办桌请人客，但是受邀请的人客用种种的理由拒绝，所以这个主人甲伊的老婆讲：“你紧紧出去，到城内大街，即个所有的路里，将这所有的送香的人、画像的人、青年的人、摆摊的人，拢总请回来。”经文中间，这身躯无健全的人，伫犹太人的律例内面，因一世人无法度尽心地敬拜上帝，所以福音对因来讲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伫耶稣基督的恩典内面，即时邀请这个人，互因进入天国的大印象。所以透过咱的经文来启示咱，耶稣无嫌咱的卑微，无嫌咱的即个无健全，伊邀请咱进入即个天国的大印象，互咱会当享受即个经一款的福气。安尼，咱嘛爱无条件来邀请这无信主的人来进入教会的即个大家庭的内面。另外，伫即段经文也互我看见，咱爱放落咱家己的一套。咱看见耶稣的福音，毋是爱咱享受，毋是爱咱牺牲，毋是爱咱将恩典对咱流出来尔，并且这个福音绝对会带予咱永远的舒适。甚至有当时啊，咱因为爱放落家己的想法、偏见，会产生淡薄仔无爽快、无习惯的感觉。但是，即摆咱看即段经文中间。伫遐因为耶稣伫遐产生纷争无共款想法的人，因遮个人每一个人拢有因过去的传统、因的教育、因的背景，因伫遐来受到影响，所以因伫遐坚持只有因家己对耶稣的看法才是正确的。咱伫咱生活中间拢知影。咱若伫一个人际关系顶面，譬如讲咱的婚姻的关系、咱的亲子的关系、咱甲咱的同事、咱甲咱的同工之间的关系，咱若敢若坚持咱家己迄套才是正确的，有可能就引起误解，甚至搁较严重来破坏伊的关系。但是伫信仰上嘛是安尼呢，咱若坚持只有我对上帝的认捌是正确的，恁其他的人拢是错误的。到最后有可能我会变成一个付出真光、不断设伫家己活世界迄个痴迷的。所以咱看见咱的圣经，咱规本圣经是用以色列人、犹太人做中心，毋是上帝特别疼这犹太人，是上帝爱咱对这犹太人的心肠来看见规个人类的限制甲咱的罪。
为这犹太人因一开始对因的祖先就领受上帝的呼召甲命令，伊是亲身来经验上帝对因讲话。但是伫规个历史中间，因敢有保持对上帝一贯的忠心咧？咱无看到安尼。但甚至看到最多摆因背叛上帝、离开上帝，到伫新约咧，耶稣即个以赛亚已经徛伫因的面头前。因熟读摩西五经，但是因竟然无法度即位就是迄个以赛亚。为什么？因为因坚持家己的迄套。所以咱差不多甲读着经文，才有人讲出安尼的话，讲你去查考，伫家己里无出先知啦，所以耶稣哪有可能是先知咧？会讲安尼的话的人，就是迄种美伫家己想法内面，拒绝上帝无限可能性的人。即像咱若用咱家己的一套来读约翰福音，咱就会不断地想讲耶稣哪会对伊的老母讲即款话，耶稣哪会对伊的兄弟无守信用？但是咱就无法度看见，耶稣就是伫起初就存在的道。伊来毋是要解决玛利亚的问题尔，伊来是要完成上帝的工。咱若是用咱迄套来看约翰福音，咱所看见的不过是表面的水变做酒，但是咱看袂见耶稣要带来迄个上帝国的现象，是要互所有的人啉到迄个上好的酒。咱若用咱的迄套来看咱的信仰，咱的相信就敢若天地咱的需要互满足迄种真假的赞助，但是咱看袂见迄个目前，咱无法度看见的不望。咱若用家己一套。伫代志发生无亲像咱期待的时，咱就开始怀疑上帝，你为什么无听我的祈祷？若是用我的迄套，上帝就是迄个听我的命令。我求落雨就落雨，我求好天就好天，我求有钱就有钱。但是世界其他的代志，上帝要安怎处理，甲我无关系。我若用我的迄套，我就敢若看见家己的需要，但是我较忽略别人灵魂的需要。当然，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互咱每一个人有一特别的迄套。但是你的这套若成做你生命成长的阻碍，咱就要设法将伊拆掉。但是要拆掉旧的迄个我，敢毋简单嘞？伫一个地区连续落真侪天的大雨，并且起真大的风了后，有一群树仔的专家就围伫一丛树仔的四周围了看迄丛树仔。这丛树仔真悬，所以有可能会缀到别人的厝，会缀到迄个电话条仔。所以因专家就伫遐讨论讲。安尼决定，咱将即丛树仔撤掉，免得发生危险。但是边仔有一个人听到因的讨论，就感觉真可笑。咱敢无法度将即丛危险的树仔树锯掉就好啊嘛？但是这人来讲，问题是出在树根，因为即丛树仔当初种落去的时，四周围拢无其他的树仔甲伊竞争，所以伊的根生甲非常的深，生甲非常的长。除非家断根，若无是无法度阻止伊树枝生长的速度。但是即话咱嘛是安尼，真侪时咱想要解决咱个人的问题，咱敢若停留伫迄个解决表面的行为。亲像即摆年底就要到，有真侪人年底就会定明年度的目标计划，希望家己伫明年度会当较有效率，会当完成一寡代志。但是一年的时间就过去啊！到明年度的年底，咱开始搁伫遐怨叹讲，我家己哪一事无成，啥物代志拢无做。所以咱知影，改正咱的行为，无法度彻底解决咱的问题。因为咱的根源若无法度互挖起来，咱的枝、咱的叶继续成长，咱错误的行为嘛一再出现。所以安尼咱是要安怎咧？咱要怎才会当拄起原本迄个无完全的一套咧？如果你
想讲我靠我积极的思想，我每工对镜看讲，你上老你一定会当改变。但是即卖迄敢有效果咧？迄完全无效果。对当咱离开镜，咱看袂去啊，咱要转去原来生活。但是奇妙的代志就是，当咱愿意将咱即个无完全的即套交互上帝，上帝就要用因来行大事。咱看伊圣经内面，互上帝使用的遮个人，无一个是完全的人诶。但是当伊愿意互上帝修补，互上帝更新，伊就开始改变。共款，当咱愿意将咱迄个破碎、无完全、软弱的迄套带来到上帝面前，咱要看见上帝要安怎改变咱。所以咱拢讲一段话，讲哎呀，咱信耶稣真好，咱免付出什么代价，咱才能得到耶稣的救赎。真正是安尼，咱毋免付出任何的代价，咱只要相信耶稣，就会当得到耶稣的救赎。但是兄弟姊妹，信耶稣了后咧，咱确实爱付出迄个代价，因为咱是伫接受一个呼召，即个呼召是叫你脱离你过去的个性、你的生活。转去过耶稣学习的生活，所以咱想象这个过程，甲咱以前的咱是完全无同款的。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迄个真艰难的一寡的选择，真困难的选择。但是咱看见跟对耶稣的人，无一个人是后悔。咱来想起圣经中间迄个以拉撒该，当伊伫耶稣面前承认伊的错误，伊将伊的钱加倍献互人的时，伊等于是破产哦，伊无钱哦。但是伊无因为伊生活过袂落去，伊就要后悔。反倒圣经甲咱讲，伊是用欢喜的心、欢喜的态度伫遐做遮个代志。所以，望咱的兄弟姊妹毋通一直秘伫咱温暖的稳定内面，咱尽量互上帝使用。虽然有当时啊，甲咱其他的生活会无相共款，因为咱一定爱有牺牲。但是咱要知影是，伫地面的生活是暂时的，伫天里的则是永远的。所以，望咱对家己的人生会当有较侪关心甲努力，咱做伙来祈祷。